来，好晴晴。妈妈安娜在。哎呀，好久没看到你呢！今天哇，我们10年没见面了。对呀。我知道你已经是闭门就在学这个啦，你的名声已经在我们桃园已经是响叮当了。没有啦，今天今天很开心我要跟你聊就是有关我们的Mr. 鲁杜，国语是网贷，好对吗，老师？对呀。对那可不可以请一下我们的令老师是什么？什么是网贷？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简单的描述一下它的外形？曼古拉鲁杜，有鲁杜啊，咱来甲你转安好。甲你转啊。哎，有哈鲁杜诺乌斯啥？哎，甲咱诺快点哎，甲港扛行哎，比巴鲁安多利农，都爱这，还有一个有红豆诺吉朗。那个吉朗的名称可不可以有它的专有名称？我拢只会都个阿西秀哈扎，阿西秀，对啦，巴鲁安乌斯，特别红红的啦，特别红红，早要有啦，咱个一路多爱多呀，鲁多安奶奶。网贷是，比如鲁安的是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手工编织袋吗？其实早要好，后有十三啊。早要。早要伊拉都个格用啊，伊拉都个鲁多。我们本上是原本就是用竹编。竹编，our 了，那不是很硬吗？不会啦，扎弹的啦，给你那给它弄细一点。感受弹的啦，当哎。还好，也是我们应该熬了啊。所以啊，很聪明那个嘛，你等下有智慧对啊。然后呢，就是还是我们阿美学那个排湾族，还是什么？还是这本来就是我们阿美族的手工。其实本来就有阿美族的啊。我们一睁开眼睛，我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祖都是有背就对了。对。就是确定就是我们阿美也是拥有这个。有，因为是巫师嘛。我们别族也有巫师啊。可是他们别的巫师是用竹子啊，竹筒啊。对后来就延伸，就是一般的老百姓维纳都是带我发现是麻木都有背啦。对呀。因为它是方便携带它的。所要吃的啦，要用的啦，都可以放在里面。所有的东西。好。那第二项就是说，为什么要使用网贷？然后它的功能有哪些？功能有哪些？为什么要用网贷？可以用那个迪萨基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因为以前雅各嘛，我们等下上海多罗多。baru ni tu patafuan.便当。对呀，带来一路都五斤啊。盐巴。以前就是这样带来山上，可是后来sangat tangai ni la kalau tu kita cita nak tu mancer, ayah baru tu mancer kali ni. 也有大。差不多你啦，还呀。也有大的，也有小的。tangai ni lah baru ni aku mancer, cita mak tu sufur. Tikulat, tato kay baru ni lah tenaru tu mah. Fainan jiro tu lah, utama ako ni paruan. Fahayan jiro tu, ecet. Kakanan. 吃的用的。Fahayan hati lah yung paru tu tu. 男生就是打骂之类的。猎物。对，patafuan aja lah tada iruto。猎物是那很实用啊，这样子，那他带那个背去山上很方便。其他的时间呢？什么呢？你保养？其他的时间来保养的话，几乎都是你来糟糕，但如果虽然他在你当给他灯，他要用熏的。你要存放，就是要用熏的。干弄发物。Kakalat ng fao, ila ko yan at sa firma, di ka fitay to ila ya da si marching啦，就变成比较不会断，就不会因为我格六还来好，这8勺，还得给精啊嘛，不还都来都精了。吃的话嘛，本来好对啊，所以一定是等你吊起来，然后就在那个我们煮饭啊、煮菜那个就来包入。一包入旁边旁边都是放在厨房嘛，灶架吧？灶架。都是放在灶架，还是一个
仓库是也是靠近我们的厨房，然后以前的隔间都是几差不多，乎都是厨房，然后我也都不多啊，差不多以前的那个3合院、4合院都差不多。对。然后它那个功能就是除了放便当，还有一些就是使用的东西啦。所以就是它的功能就是这些。啊，有关那个阿卢富情人带也是叫阿卢富嘛。王带叫鲁度。情人带是阿卢富，是因为它是侧带的，是叫阿卢富的原因。对。那个鲁度是背在后面的。它的差异还有它使用上有什么差别？使用上有什么差别？因为情人带好了。情人带当然是丰年祭的时候，装槟榔嘛。槟榔每个人都吃吗？不一定啊，因为他喜欢那个对面的男人，他一定要先装一包槟榔，然后吊在他的脖子上。不是女生给哦，而是女生给还是男生给？女生给，母系社会都是女生。没搭配。你带的时候，如果是寡妇，一定是从右边到左边。寡妇啊，右边到左边，我们平常都是右边呢。小姐从右边到左边，如果是寡妇是左边到右边。寡妇有分哦。有分，拜托你。少女是右到左，我只会带啦，从来也没有研究。如果你是寡妇，就是没有先生的嘛。左边到右边。有这样吗？我没看过人这样带呢。哎呦，这个情人带最主要，你要怎么带的时候，就是要分清楚。是这样哈。如果你是寡妇，你一定是由左边到右边。让人家就知道你就是守寡。你是守寡的身份。表明你的身份。对。如果不要让人家以前是一定要这样嘛。一定要这样，你要承认你是寡妇，你一定要从。那个多久以前？古时候几百年前的制度，古来规矩。这个以前情人带最主要带这个就是要这样子。只是现在的人没有去了解这个情人带。为什么他给男生的时候，他一定是从右边这样嘛？那如果你已经是寡妇的，你没有资格啦，所以你的一定是从左边到右边。他给男生是把他的自己的。对。是哦。如果是寡妇就没有。就没有了，对。人家就知道你是已经结过婚，你背的从左边到右边，原来他是寡妇了，对。这也是一样。这是我们阿美族情人带的带法。那个鲁度呢？王带呢？王带是一般我们人都是从后面嘛，背嘛。对。就是。因为我们要方便做事情。放在后面。就不用说勾来勾去。对。猫妈黑了都，我要休息了葫芦都搬抹布就可以了。开始抽烟了，那个麻就开始。对啦。一趟你就这样。对呀。最美我记得。是这样的差别哦。对呀。好，谢谢老师。还有那个如何做？像我们在部落呢，谁会做？你说耆老。对。每个的耆老都会吗？以前当然每个都要会呀，因为他做出来的就是给他的小孩子当财产。每一个家长就是都要，每家的妇女都要会做。妇女，男生。是男生啊。以前是男人做，女人带。真的吗？哎呀，母系社会。母系社会有那个女生有那么大的权利，还去指挥你不知道吗？是男的去勾这种的吗？是男人去勾，女人要去带。你给女生。男人去编，女人去用。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妇女在制作啊。没有办法，女人比较强啊。你怎么那么慢？我来比较快。然后社会。那个母系社会就是我不落人后，然后因为我的孩子，因为以前生很多嘛，12个，然后对呀，一直生，然后就给他当那个财产嘛。对。当他的妈妈把他分给遗产。对。然后就是纪念。对呀。也是纪念，然后。纪念也是他的财产。财产如果你的双亲很会做这些东西，表示你的家的财产很多。是这样。对，因为你要分给你的小孩子嘛。表示你就是很有很多的那个财物留给小孩。对。你每个小孩子都一定有分到的。对没有的话就没有钱可以买。对啊，没有体力去做，所以他们算是亲手做，就一个就是纪念。这个是我阿嬷呢，她的妈妈的妈妈做的，一直传承到现在，就是有一个纪念性呐。对。所以为什么我的父母亲在我的心中有这个历史，有这个地位，就是
他因为很会做这些东西。纪念性的东西哈。第一个就是说有遗产，然后就是一个纪念。制作对象性别，你说刚刚很确定是摆哪样？对啊，以前都是男人，雕刻也是男人，因为那个竹子啊，嘿，因为以前有关竹子编都是男人，男人以前，还有竹编也都是男生，对，还有这个钩也是男生，这个很难想象的啊。对哦，在里外他们吼，对呀，对。所以你要去联想到这个东西，以前女人只有拿针而已，拿针是干嘛？缝衣服，刺绣，哎，以前女人我们有刺绣吗？有啊，怎么没有？以前我们的都是白色，然后直接用那个骨豆去染，所以因为我们最原始的颜色只有淡淡的那个咖啡色。哦，古鲁杜，哎，古鲁杜的国语是叫什么去了啦？古鲁杜，改天我再上网查一下，然后上群组去问，丢给他们。那我古鲁杜国语，以前我们阿美族只有用那个骨豆去染。我听过是古鲁杜，可是国语的名称可能要再去求证一下。再去求证。呀，达利拉都很大，而且它的那个头啊，头它的鱼头，对，鱼头大，那种的叫古鲁杜。应该是我看过了啦。攀爬是这个哎。它是爬藤的。对，爬藤类的。是哦。对啊。爬藤。好啦，一定要再去查一下这个东西。老师呢你？真的，慧伟老师一定要了解更多。还有那个，你说都是男的在做吗？之后才是女生才去摸它，然后再去做变化。因为男生做的都是千篇一律，都是四方方的，就是他们没有别的。然后你刚刚不是说打猎是因为他们做大的是四方方是装猎物，对，小小的就是女生背的装那个便当，还有打火机、火柴之类槟榔啊。以前哪来的打火机呀？那个柴呀。对呀，这个是那么。还有那这个的呀，你那这个。还有温度啊，打麻布啊。对。seperti IC 呢，白色不都莫莉娜呀？对，阿布好。再来就是他的那个制作对象是确定是性别是男的嘛？对。后来才有女生。可是我们一直跟学生讲说，上午女生的东西啊，像编的，男生都不能碰。好像忌讳男生的那个把镜啊，还有他们的标枪什么猎器那个什么打猎的工具都不能摸。那呀是就很难想象，这钩也是男生，那这样以前都是男生。你是说那个把金箍，还有沙金对，男生不是不能摸，不能跨脚。是不能跨脚摸可以哦。摸可以，不能阿嘎皮哈旺，为什么？百姓就是忌讳嘛，不能跨。不能从这边跨过去。mami talaga gumali dengan ilag fafahen awawai. Aga papi hawangan tu talaga lagu sigasao. 机会哈。对哈。不是说不能摸。我知道是那么米福定谷男生，你那个怀孕的孕妇，你的老婆有怀孕也不能去那个男的不是。fafahen awak aga pi hawang tu ya. 女性不能跨，好吧？那个所有的那个。打猎的工具，还有你的第三个的意思，这里按水滴了也不能跨就对了啦。第三个你普通的呢，这种对，只要上山以前，阿个把漂恩啥。去打猎以前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跨过去，因为这样子的话是那个猎物就打不到。所以嘛，很难查。嘛，喊了国语很难查，你讲过喊了台语。国语没有收获啊。没有收获也很好听的，阿妹说嘛很难查，感觉很严重。很严重啊。好。那个制作的步骤有哪些？老师？制作的步骤，开始当然上来堆呀，钩针啊，然后熬烂。钩针用熬味儿，熬味儿是什么煮？贵族吗？老师，一定是要用贵族哈。对。然后先他的步骤先去裁
去采。那个偶尔有没有几岁啊？几年以上？有。啊，要入秋以前才可以采。入秋以后还是以前？以前入秋以前。就是10月、11月以前哦。你说什么？现在不是秋天吗？要3月的，怎么会是10月？春天呢？入秋，入春，入秋。春夏秋冬啊，那你春天不是1、2、3，入秋4、5、6夏天呐，7、8，那入秋不是入秋9、中秋节啊，9、10、11、12。对，入秋的时候。入秋就是大概9月以后啦，到12月以前。对。也要看竹子的那个尾巴向东的，那是最有韧性的。竹子。尾巴它垂下来向东边。往那边哦。哎，对。向东边的一定要挑啊，你行心好。哎，你吉林好。这个偶尔还要找，那时间很长哎，老师。你1天的时间要前置作业。很快好不好？很快吗？还是他平常都已经物色了？早就物色好了，要不然呢？怎么可能？最后当到春天、秋天的时候，这一根就是我的。对。所以他一去就是直接去拿。是不是嘛的平常都是因为自己的故乡嘛。对。他又在那边生活，当然都知道啊。好，步骤就是这些吗？这个拿回来之后，当然你要先阴干呐。要给它阴干了，不是晒太阳哦。怎么可能晒太阳？马上就裂开好吗？要阴干放在在自己的地方。哎，对，比如说，我们厨房的门旁边也是很阴凉嘛，不要让那个强光去照到。是哦。那个桂竹是这么细的吗？还是没有，很多种啊，也有它很粗的啊。反正他回家还要再剖开，然后对，还要再放阴干弄像这样子嘛，钩针嘛，扁扁的，有一个造型这样子。对。你家里有没有？你应该带来给我们看。没有没有看过呢。没有看过哦。所以很想看。下次。然后就给他弄针，那个就是针的部分。对，钩针的部分。钩针的工具，对。工具。你的柄也是竹子啦。柄？哎。什么叫柄吗？只有钩针不可能啊，钩针只是绕线嘛。然后它还有一个柄，就是一个袋子的大小洞，就要看你的竹子的那一根柄。柄就是扁扁的嘛。对。钩针就是这边要勾一个沟槽的意思。对。它就是柄绕线的。绕我第一个线喊。没有，线是在钩针那边，你的柄是要。是柄吗？当然是要勾这一个大小洞，控制大小洞的。你的竹子越宽，你的洞越大。这样哦。就是那个，你说什么是什么东西？饼干的饼哦。手柄啊，手柄的柄。好啦，手柄。对。手柄的打底弯啦。对啦。哎呀，你要量你的大小洞。还要给它量这样哦。对呀，如果你的竹子很大，你的那个洞越大。你的竹子那个柄很小，你的洞会越小。就是测量那个洞口。对。就是用它来控制哦。对。最主要就是那一根。就是这个手柄。对。大小之分。对。要写清楚，不然回去就拿洗完了。好，那个制作的步骤就是这些，就是工具嘛。然后再来就是制作过程的禁忌，他有没有说我今天好像这礼拜都没有猎物，你就不行去拿。这个卤肚其实没有所谓的禁忌。没有哈。这个没有无。对。没有什么禁忌，反正男生女生只要是愿意学。反正以前也没事做嘛，种田种完了就开始慢工米说你看大家都来研究，没有禁忌哈。然后最难的部分呢，就这个一定要问清楚，最难处理的是什么？最难处理的就是你收尾的。对呀。收尾最主要。开始呢不难哦。开始当然是万事起头难啊。万事起头也难哦。起头也难，结束也难。结束也难哦。当然啦。哎呀。就跟生小孩一样，会制作，要有感情，还要放感情，还要情绪管理耶。真的哈。对。起头难，然后结束。结束也难。收尾。收尾最难。
就是这2个部分最难。对。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克服啊？第一个就是用你的智慧去面对你的问题。什么叫智慧老师？还有你的美感。那么。对呀、你如果没有美感，你的收尾怎么可能会很美？我意思说，像我们这个学了半天，然后老师教很会，然后回去就不会啊。那你们要教我们那个很容易记的，比如说有的人老师只会教喊能，可是跟那个说啊那个方法会找步骤的老师就不一样啊。我们就可以看那个第一个步骤向左转，向左转以后向右转几次，那个我们才会啦。如果说你只会。那可能老师你以后要步骤那个要升级了啦，那个要升级了。OK， 我最难的就是起头跟结束收尾。那要请老师要多花点功夫喽。你们都那么聪明，怕什么？聪明不在那里呢，老师不一样的聪明呢。我一定会教会你们。好啦，那个都很简单。真的哈，时间的问题啦。好，通常。哪个时间季节制作比较好？它这边有写季节。这个跟炉度有季节性吗？可能是跟你拿的材料。跟节庆有关系。跟节庆什么意思？比如说丰年祭啦，比如说结婚啦。为什么跟结婚？因为有的人喜欢带这些东西。丰年祭跟那个结婚一定要佩戴哦。对。结婚以前的吗？以前的年代。就是当我的那个。对，我的装饰品。就说这个是我奶奶昨天已经1年前就帮我做，对，我就给你配上。这个就是他给我的，这个是做纪念。对，有一个节庆。通常就是节庆，就是丰年祭，大家都一定都要带呀。对啊，丰年祭啦，结婚啦，那个都会带的。一定都是这2个节日。对。制作，他是说制作呢。你说制作。佩戴这个是。对啊，有的人是说。制作。有的人是说为了那个节庆而去制作。你知道吗？对。因为通常是在那个季节，就是丰年祭是在6到9月。9月嘛。因为台东是7月。7月到。7月，我们花莲是8月嘛。对。这个有分啦。对啊。然后就是在这个7、8月份的季节做啦。对。销路比较多啦，比需求比较多。对吼。对啦。需要花多少时间制作呢？请去。因为这种东西。就这个好了，我们拿这个。那个。要多久时间？这个不能讲时间。真的吗？这个要用感情去想。今天我做这个底部，再过一阵子我就做到这里，因为它这个不可能用天数去想，也不能用时间去想。那我们要怎么去说他要完成。如果你要很快完成，当然你每天都会去勾它。如果我真的很用功的话，我3天大概我就勾好。真的哈，如果说是以你啦，以我来讲，3天。3天啊。对。如果真的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搞不好2个礼拜、1个礼拜。也要看大小吧，老师。如果是这么小，可能以你的技术。那个。你可能1天就完工了嘛，还是2天？1天大概1天。那如果是这么大的炉度呢，你就要多久？大。这个就是要多久就要花？这个就要花心思、花时间了嘛哈，就是以大小来分嘛。来分别，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就3天。对。如果有订单呢？10个订单你要每天都不眠不休喽。那就残害我了。有订单才是重点啊，不是吗？是没有错，可是你也不可能随便勾啊。以大小来分嘛哈，对。就是刚好的，就是你要认真就3天。对。通常我们制作都是在家里嘛。对，都在家里。以前的老人家当然是集会所，因为他们要聊天啊，聊东西啊，聊话题，当然都是在集会所来了，早白吼。对。才会有伴。在家里就可以做了啦，我高兴我就在家里。家里。对呀。材料跟工具哪里取得？如果说现在。材料。现在手工艺就有材料啦。工具是要自己去。他的工具有，我这边有哦，他等下会问到工具，就是材料及工具从哪里？就是我们做的贵族嘛，就是我们种的。对。材料就是以前的话就是那个母袜嘛，就是我格溜了嘛。也是从部落那边取得嘛。对。不可能在都市就有种啊，不可能啊。有人专门做吗？
它的材料有人专门，你是说grill吗？哎，现在没有啦，没有哦，现在都简化了，都不像简化了不像以前一定要用那个苎麻，做嘛哈，现在对都是已经很普遍了，很普遍了。就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水线，有啊 grill 过来呢，水线，他问你它的那个水，哪弄的水吗？哪弄的水？它有名称哦，水线哦。有啊，在哪里买？五金行。啊，五金行有这个水线哦。对，这个是水线，这个是那个五棉线。金行是要干嘛？为什么？因为它要用在工地弹线的哦水线。哦，水线也跟弹线一样的线哦。有啊，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亚克力纤维，所以它不会烂。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棉线。棉线是跟那个毛线一样的吗？不一样，毛线是毛线，棉线是棉线是棉线，它棉线就是什么常常潮湿就会烂掉的，就跟我们苎麻很类似的，它只是染上去的。哦，但是这个是染的。对。还有那个制作的过程需要用到哪些工具？可能这个就要列出来。工具，就是哦，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开始一定是要有刀子嘛，削那个小刀，像那个美工刀那种的吗？不行啊，不行哦，它一定要有一定要像以前那么多阿塞那个比较稳的那种小刀。慢慢过来刀，我知道有老人以前专门。对，小刀扎的啦啊，对，有专门的。对，专门的，很类似它每个刀我们的总称嘛，只是那个使用上不一样。对。好，小刀，然后呢？竹子，桂竹。对呀，主要的那个嘛工具。对呀。再来就是你呢？你说水线。对，水线。现在很普遍就是水线嘛。对。这个也是水线。那是钓鱼，这个是意线。我们的意安。如意的意。意线。这个意哦。对。还有那么多种名称哦。有啊，什么样的线它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个也是意线。那个叫珍珠线。哇，那个要记是不是100多个？老师，你都很记得他们的名称。对啊，那叫珍珠线。这个就叫意线，我只要了解这个就好了。对，你要了解这个就好了。这个就是水线跟那个棉线嘛，这两个。对。先这样吧。以后要做什么再来了解那个线。对。毕竟我们要做什么就要有它的那个，这个一定不一样的材料嘛。对。我们要分析一点。然后就是还有我们都现代用什么材料替代，两者有什么差异？比如说你要我现在要做这个，那我要用意线还是珍珠线？如果以现代来讲啊，个人需求，有的人喜欢五色线。什么叫五色线？就是这个五色线，因为它对我们原住民就是它有祈福、有祝福。有平安。这个五色线的那个。五色线。这个五哦。对，五色线。五彩色的色哦。对，五色线。对呀。为什么它跟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感情？特别的感情。为什么？五色线。因为闽南人他用手环。五色线。对，那我们原住民是勾来做包包。可是，在原住民里面，它有一个祝福的那个功能。是哦，以前就有了吗？还是我们后面？后面的。为什么？因为就像琉璃珠一样，它很多颜色。对，它五色线也是有这样的。五色线就是说，包含它就是有祝福的功能。对。对身体吗？还是说？对人的心呢？人心哦。它是比较贵重的。对。两者有什么差别吗？这个？当然有差啊。因为这个是很好的线，很贵吗？有一点贵。就是五色线比较贵。对。那个水线比较便宜。水线比较便宜。那个棉线呢？棉线会比较贵一点。比较价钱是有差。对，都有差。两者就是这样的差别。如果说我要用这种，你说珠线、珍珠线也可以，都可以。那他们的工具一样吗？一样啊。一样也是用贵族去。对。好，那为什么老人后面已经问完重点了，老师辛苦了。为什么老人喜欢编织？对我们的生活上有什么帮助？以前啦，耆老，他为什么要有乳肚？李萨 K。其实以前都是在工作嘛，方便带。可是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值钱的，因为要很细心去做。而且它可以带一辈子的东西。这跟自己做的就是很珍贵，因为自己
亲自做的嘛。对，如果你会好好保养它，它会带到你的第几代、4代、5代都可以。哦，就是传承。传承，嘿。它也是有传承的功能。对。就是代表说我们阿美族就是很勤劳。对。就是很有智慧。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哦，真的哈，传承的功能。传承的功能。也是算是纪念呐。对。那很开心，老师今天问这么多的问题，谢谢老师。不客气，阿赖，下次再会。好的，下次一定要再问你很多。像这个，那我们都做的半成品，上次你教我的还在半成品。这个打服布的，打服布的，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对，它这个跟渔网的钩法有不一样吗？还是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哎，背带的有背带的，三角网有三角网的，所以它八卦网有八卦网的，所以钩法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啊，这种钩法有名称吗？还是？你说这个？对，这种有它的钩法有不同的名称，说这个是什么钩法？没有，它因为只讲说这个就是乳度的钩法，所以只能讲说乳度的钩法啊。如果是三角网炸地外就是炸地外的钩法，然后八卦网有八卦网的钩法，所以它勾起来的形状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八卦网不是这样子菱形。勾出来都是菱形的，都是菱形，只是它的回转的方法都不一样。回转，因为它这个只有一次，那三角网是2次来回。哦，所以三角网跟那个也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对，像这样的话，只有一次而已，只有转一次。三角网是往下往上来回，那个八卦网是前进后退2次。因为它要加针嘛，这个你要加针，比较简单，三角网就比较难。三角网，最难勾的是什么？最难勾就是八卦网。八卦网，因为它要加针，八卦网。所以要学从那个乳度开始，你知道比较简单，因为它必须都要用力，它不是说都不要用力。所以以前这个就是用苎麻对来勾，那个八卦网以前也是用苎麻，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只是勾法不一样。哎呀，那个器具勾三角网跟勾八卦网跟这个的器具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对，那个八卦网是要用扁的竹子。这个乳度是用粗的木头，用木头是圆的你还要缠绕你的线，是用圆的。对，很像那个，像那个我们玩的那个陀螺这样，对，它的头，所所以也要把你的线要用的线绕在那边。是哈。对。八卦网是那种扁这样子绕，也是绕那个线来回这样子绕。你是要把线绕在上面，但是它那个东西是不一样，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扁的。对，它是扁。那三角网也是扁的。也是用不是，就是那个木头。对，用保温安。保温哦。它的钩针叫保温安。是哦。你应该那个针都要带来。对啊，对，应该看一下，因为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如果是勾这个是这个然后这个呢就是哪一个？没有啊，以前也是用那个保温案啊。对，一律都是。对，以前的工具是。以前的工具就是保温案。就是一种而已哦。没有，打不过的不一样，反正它的那个东西就是保温，它国语呢？国语就锅针呐。不是，我说那个，你看保温不是它的那个宿名吗？还是？保温案就是它的钩针。钩针的意思哦。保温案工具，它的工具。是哦，保温，我们想看呢吼。对，下次老师带来给我们看一下。对。要不然我们认识。这样子想好像想不出来是什么样子。摸过就很难想。其实那个保温案应该现在没有人在用，它长得这样。长这样，当然我们会看，但就不想不起来是哪样啊。烧，它是这样嘛。也要制作呢吼。对，这个都要制作的，它是这样的。这里一个钉子。知道吗？它这里一个钉子，因为你要勾嘛。
把一个钉子就好了。哎，一个钉子而已，它是长这样，往岸那个线就绕在这里。哦，一个箭头的样子。对，这个就是它的钩针。这样。是如果你要绕很多线的话，你必须这个要延长。如果你钩小一点的话，就是这么短。那你说钩粗跟细是前面那个大小吗？这不是，它还有一个竹子，要削一个很扁的竹子，这样你的柄如果你的洞越大，表示你的柄要很大。哦，所以有两种，一个是柄，一个是钩针。对，然后它一定要有这2个。然后洞的大小是跟柄有关系。有关系，是这样子。哦，这样大概知道。这个是竹子哦。也是竹子。对，可是这里要挖这个洞。那个洞挖起来干嘛？所以这个线是绕在这里。知道吗？这个钩针，这个比较难做的钩针就是这个竹子。这样，然后这里这个是洞，可是你的线是缠绕在这里。对，有。对，八卦网比较有看到。对，这是八卦网的钩针。所以要制作这个八卦网的钩针的竹子一定要会找。有大小的那个钩针，因为它要把罗富度10几歪，它一定是要用这个小的。所以它对。